花莲地区今早起9点外传出2阵足大声的声音，民众认为讲是单位讲，也有人讲是这战机伫咧起降。空军表示讲是 F-16战机对家己基地起飞，要飞往山区所造成的噪音是无安全记录的。有专家认为讲，这战机伫咧本岛顶头超音速飞行有较罕见，应该是和中国军机直接扰乱台湾有关系。 看到战机飞过花莲的空中，当地的人是已经滚死啊。不过日早起9点55口哨忽然间传来2声真大声。迄当中有民众伫厝内包水饺，忽然间听到2声这大声是错一条。某伫户外运动的民众准是单位讲，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好像在打雷的那个一声很大声。当伫田内面满菜的菜农嘛，忽然间这大声惊到，有游客准是地动还是气崩。 我心里想，会不会是什么打过来吗？不会害怕吗？开玩笑，因为花莲是常常有战机在起降，当地的民众认为讲可能和战机有关系，推测是战机超音速在飞行，产生爆炸的声音，都是声崩。但是声音声若是对山边来的，空军证实是 F-16战机对家己基地起飞，飞去中央山脉空隙做飞测，造成花莲地区出现音崩，并无归安的因素，爱民众放心。 到海上去超音速，因为海上没有这些相关的这个城镇或者是建筑物，所以不会有影响。那现在可能局部的空域受到中共这一方面的压缩，所以我们可能在本岛飞行的这种机会还有架次可能会比以前多了。调研连分析，战机过去大多数拢是伫海峡做超音速的飞行，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战机加大扰台的力量，空军强化本岛空中的飞行训练，反制中国军队的袭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